这食足饱的啦。小朋友，来，但是这只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宝藏足多，啊，不过摕宝藏之前，咱看头前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宜兰猎兵队。好，你是啥？我是威廉。我是乐晴。我是心桥。我是浩杰。尊弟，我拄则伫后壁听到你讲你食足饱，安尼差不多会当摕宝藏啊呢。哦，来，胖。哦，来，进来，胖小紧食。安尼嘛来了，来，看我嘿。做伙来食，紧来。船长啊，这我弟甲这小朋友做伙哦，甲分的啊，等下要即个食饱呢。我拄则就讲过啊，我食足饱的啦。啊，恁就恁食，恁家己迄碗匙家己分的啊，我无要食，狗也无地带啊，我创嘛甲恁斗相共。啊！甲你无地带，创啥物甲你斗相共？小朋友，你听到安尼讲，你有啥物感受？就袂爽。你的，无想要吵，无想要菜，无欢喜，无欢喜，就生气。这受气就讨厌啦，讨厌一般都做可以啊。来，伊的个性嘛，就奇怪，咱甲摆。来，做伙，小朋友来，弟，好，来，好，大家这样用藤丝啊，烧烫烫哦。紧来食。看这情形，咱会当开始食饭啊！来，安这是咩来？食饭。迄个我手机啊装一个无电啊，啊恁讲有带充电器，叫我充一下啊。有啊，那我去听。等者，手机撸到无电，迄是你家己的代志，家己的手机家己充电，跟我无关系。小朋友，你敢想要叫迄充电可以？无电就无。讲无？拢无。你讲啥？你讲啊？无电就无电啊。我感觉小朋友讲话足直接，我跟你讲这件代志无对甲唔对，有一寡人会善良、好心选择借互你，啊，毋过互我卖用吼，歪借互你。船长，拄则我无想要甲你斗相共，你听到啊？你有啥物感受？感觉是无啥好。是啊，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咱做人要有同理心。啊，假说哦，你无想要借物件互别人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啊，毋过你若是想要找别人斗相共，别人无想要甲你斗相共，迄是家己的选择。啥物款的选择拢有家己的效果。拄到这个情形，你有啥物感受？好啦，我歹势啦，我真正感觉足歹势。好啦，原谅我啦吼，咱先摕宝装较食好无？啊，为着要表现是我的诚意啊，恁就尽量摕，好无？好，啊，恁准备好啊未？好来哦，哦，甲恁的台语是摕出来好唔好？好。来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探险队员，恁头顶是啥物字？大声甲念出来。威所以金金应该是讲鸡鸡水。哎呦，是安那是说几字咧？因为今仔日考验的题目是玩艺。恁敢有试过啥物食物？有试过啥？玫瑰花。玫瑰花。就歹试啊呢。有影，你遮尔啊浪漫啊！其他的动物咧？猎刀无？猎刀啊！刀，迄个开一寡水就好啊，对不对？用卫生纸来铺的。啊，迄细汉的时阵，咱敢若拢学校的时阵，自然课拢有啊。好哦，既然有一寡经验，恁就尽量讲。安怎来摕到大片？4题一块大片，8题就2块大片。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！来，鸡！哎呀，谢谢。看较准呢。一个就金，哎呦！好势啊！包甲方。你亚较底，较好势。鸡。一块拢无啊！无。来。会插。唔对，来得去。
哦。来，来，bonus 哦，蔡讲，好话讲，一二安那，要讲还是要 pass？ pass。pass 哦，好，就是 bonus 无啊。拍谁？进。来，会长，会长水，会长掉，我甲喷落进。哎呀，你一届拢无好掉啦！进。你讲你一届机会啊，拜托。有啊，来，蔡讲，换意。换一掉，挥，袂歹哦。来，蔡讲， Q 音。对对，拍谁？进。我今日记的实力是非常之好。挥球。哎呀，水，你看看，有心得有题目拢讲得出来。记，拜托一个，互你一届机会。你先破啦！好，来进，刚好你一届。记，互记较侪机会。记来，挥卡。水，无呀，拍谁？一题来复习。好，第一个题目，迄两字安怎念？挥摘。火灾对，在，敢知影火灾是啥？苗。对，苗哎对，花苗伊。细汉的时阵，花苗，有半影。火灾，这是台语拼音，有人拼得出来无？挥叶。火叶 ，IAP 叶，真的花瓣。哦，咱 bonus 直接甲 pass 过去，一日刷在三日徛嘿，三日徛黄，敢有知影啥物意思？就是伊还袂大下，你就甲伊刷过去，伊就会冷去。差不多意思哦。嘿啊，伊拢还袂知，你就安尼，逐工去甲刷。刷来刷去。你刷，伊就较袂定落来嘛，就亲像咱做工课共款，一个工课，你就爱去去拍拼看卖啊，通啊做到啥物程度，莫一直换头路，一个工课拢做袂知，你要换几个头路嘛是共款，无定性，嘿，无定性，安尼了解哦。了解。好啦，哎呀，秀起来，秀起来，你这个笑，你这个笑，就是咧，歹势啦，4题，嘛是有一块大片袂歹啊，来，请坐。来，大声念出来，你摕什么大片？米黑。好，米黑大吉利，米黑，呀，水油。好米的，这关咱算是有秀起来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听来个。有话做你讲，是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软海贼，就一摆做过机会。我就来看你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。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刷一个。村长，你平常时哦，拢甲白大海甲小静拢伫咧船顶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小朋友讲要带你去宜兰耍啦。哎呦，宜兰省，好啊，恁介绍看卖啊。好。哦，伊要过去啦。来，好，来，这紧介绍，你这紧介绍，我嚟个。伊甲你听无，你耳孔共听。对，我先甲我头毛背开哦，你讲，你会使讲。宜兰夜市啊。哎呀，是啊，好，你宜兰讲两项好食的。豆花。豆花哦，好，过关。葱仔饼。啊，对啦，因三青的葱啊，介有名，世界有名，全台湾上好食的。对。多谢，多谢。来，开始摕保重啊。无这好摕。好。我是哦，甲恁开讲，互恁放轻松啦。无这关哦，要摕到大片是无遐简单，安怎摕咧？好。两题一块大片，4题就两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个。来哟，好，来哦，开始哦。哎呦，用顺哦，我没有时间。拍袂掉，拍袂掉，拍你拍你讲拍掉，你想看卖迄拍掉按照讲啥？拍掉啊，拍袂掉，拍袂掉，两手在大沙缸哦。拍袂掉。哎呦，外头。啊，你看头前。我有一领青色的衫。对。后一位，来。你有一领青色的衫，小描一个哦。拍袂掉。啊，伤过悬呐，小搁瞧者。我感觉因的庙的也是新的，拢无啥会准。对，
看起来因袂使去夜市啊耍游戏。好，搁一届袂紧。哇！哎，啊，想讲那边抓走骨啊哈，新买的。哇！来，哎，你快加。我上爱甲我的朋友耍。好，最关。好，来啊，后一位，后一位。较紧的哦，时间剩无济啊，尽量瞄较准的。啊，收盘啦，你是收盘啦。要大一台啦，五秒是6秒。不是大电视哦。大牌。迄个你敢知影？这一台嘛贵贵啊呢。其中有一字，跟我有淡薄仔关系。还有。哦 no！ 现老啊尊酒，无爱洗身躯。哎呦！哦，这位来，换你，嘿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洗甲现，现场洗衫。现场洗衫，现场。非常简单，现场洗衫。现代的洗衫机足便利的。哦，真正就是差咧准度。对啊，因真正台语都无问题。嘿啊，哎呀，真可惜啦，沙地一块大片来切皮，来，配这条大片，大声甲念出来。马祖鱼。好，大吉利，妈祖鱼哦，鱼，好，马祖现鱼在的话就是嘿，妈祖鱼鱼哦，鱼啊鱼，马祖鱼。好，所以安尼就对啊。准长，哎，即马第2关啊呢？第2关敢若2块大片，看嘛，哇，后一关，哇，这才是对，无遮好拄呢。真难的呢。你来加油啊！恁来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功夫真点啊哦。好，来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剩一关了，各位宜兰来的小朋友，好好把握者。好，我就莫先拖时间啦。5分有1块大片，10分有2块大片，安尼知影吼？知影。清清楚楚，来，请出题。小朋友真少听哦，我咧行路的时阵吼，看到一只蛇伫咧涂骹蛇呢，我带一个花鸟话哦，请问一下，我头拄仔讲的话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？蛇。你唔免讲出正确的，你甲我讲倒位唔对就好啊。所以你感觉是熟这个字用唔对？对。到底对唔对？哎呀，唔对，不要紧，咱听看卖洪小晴安怎来解说。好，小朋友甲你讲哦，蛇的单位量词是一尾，唔是一只，安尼知影无？嘿，唔是一只蛇，是一尾蛇。对。哦，安尼后摆就知影。歹势啦，无分数，请登去休困一下。来后一位。哎呦，心桥伊真有自信的笑容，希望你通啊摕到分数。到底这关是什么题目咧？来，请出题。来，《西游记》当中呢，有一位师傅叫做东山庄。借问一下，伊有3位徒弟。借问哦，第2个徒弟叫做什么名？你敢知这个故事？知无？唔知，可怜，好可怜。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捌听过？《西游记》当中呢，有一位师傅叫做东山庄。借问一下，伊有3位徒弟。借问哦，第2个徒弟叫做什么名？你敢知这个故事？知无？唔知，可怜，好可怜。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捌听过？第8届。第8届，好，第8届这个答案对唔对？耶！来，请解释一下。大徒弟叫做孙悟空，第2个叫做第8届，第3个叫做孙悟净。安尼你知影无？
新桥你捌听过西游记这个？有，即摆佫变有啊！你安尼翻起翻倒，翻到我规个头壳拢要崩去啊！来，选一个空，倒一个空。我看分数哦，会当选较5分，较远的，无1分。较近的啦一，个啊，来，电管呢这空到底几分呢1分。拜 ？Just 托， do it！ 5分，哎呦！哇，可以了，哪准啊！赞哦！来，来，你起来。老金，先问你啊，抢分数啊。因为咱有当时啊拄着一寡较紧急的时阵，拢会有一寡考卷，会帮助咱度过迄个难关。刷来要出这个题目，甲考卷有关系。来，请出题。小朋友，什么物件使用考卷是右上七扫？右上七扫。七，拍火，迄个火灾的时阵，安尼你应该知影迄个物件什拍么？火器，拍火器。来，对，对。哇！赞呢！来，灭火器、拍火器。让我赢啊！啊，到底这些考卷咱安怎来使用？来，请解说。无毋对啊，答案吼就是灭火器。啊，第一字的酉就是甲这个绳啊酉开，安尼酉啊，搁来上就是吼，看这个火源的下骹啊，甲上好准。啊，搁来咧刺就是甲伊的这个头壳遮有一个这个刺，甲刺落去。啊，扫呢就是看这个火源的下骹甲扫，甲伊吼拍互花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考卷安怎念？右。右上七扫，对啦，起来安尼就会晓啊，标准啊。来，选一空。 1分，1分就好啊。 1分，四分，来，请给我一个大片哦，你要这个？这样，好来，Just do it。加油！快点！我无会什么提示咧，啊你5分4分安尼提去啦。那呢，这题若是对，咱就有2块大片啊！啊，就可以啊。哦，来哦，加油！困难的。威力，你最近有因为天气变化足大啊去看医生感冒无？无，身体真哦，身体真好，对，安尼真好，哈哈，安尼伊离这个答案可能会真远。来看嘛是啥物款的题目咧？来，请出题。来，我讲一遍了。食药的时阵，咱拢会吞鹅公啊，鹅公啊的也就是咱的华语胶囊的意思。借问一下，我要吞这个时阵，我是爱影头，也是鸭头咧？你就安尼看人安尼食的，对啊，咱食药拢是安尼。安尼啊配水安尼啊。这个想一无记得鸭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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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鸭头啊？刚对咧，安尼食。好，鸭头食，对，对。哦，竟然对，我是讲啥呢？鸭头咧，来请解说一下好无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药啊有重量，啊，这个哦胶囊伊较轻，伊放伫咧水面伊会浮起来，所以呢爱鸭头食，所以才袂惊着。安尼你知影无？你食药拢安怎食？安尼食。莫搞骗，上好是，咱是特别讲这是鹅公啊，鹅公啊是安尼食。讲啊，好啦，来啦，选一题啦，啊不是，青菜选一工，选一工，没有0分不用有啊啦，这个2块大片。一个哦，这个好来，到底会摕到几分1分？Just do it， 1分。 1分嘛是分啦。哦，我认输啊！对了，哇，你加起来是12分，来2块大片来，请摕2块大片。再来选2题，大声甲念出来。袂歹哦。啥物？文班，看下。文班。好，再摕一题，跟一题。再摕一题。背哦。背哦。好，来搭起来。拢一样的，看要搭伫咧倒位哦，哈。好，搭好来我这个所在哈。对好哦。啦，上
尾管会当讲吼，互恁甲分数抢转来，啊，毋过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恁来讲。来哦，礼宾国小小朋友，一半的机会，敢有想要刷位的？无，无，有啊，来，后地有想要刷，人有想要刷啦，我刷一个啦。哎呦，就是安尼。伊照想法的哦。这是什么电图我嘛看无？你有算过这个几率上悬了？有算过啊有？算过啦。有算过。虽然伊点点啊，不过食三碗公，凡事真正就是安尼丢去。我要记一空，嘿，我记，对，记一空了。我要记一空。来，手甲放起哩。较大力嘞，飞超过一空才有准神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请八。哎呦，哎呦，一空啊，这边两空啊！小朋友来这个所在。差起叔叔啊你啊！来，差起叔啊！他去我跟你讲哦，哇，这可惜要紧啦，啊！要紧啦，这就赞的哦，这就赞。金箍箍啦，我非常了不起，特别制作的，就是要送给恁遮非常优秀的小朋友，嘛是干那阮遮有尔。对这是外口买无啊？对啊，虽然无摕到宝藏，啊，毋过恁今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就开心了，足欢喜的，足欢喜足欢喜的，哎，啊是毋叫你咧，嘛是就欢喜，嘛是欢喜啊，老经理咧，气气，足刺激的，尤紧其是上尾遮吼。来，啊，好在你的心情咧，对哦，安娜，足复杂的，淡薄仔失望哟。有淡薄仔失望啊。无要紧，后一届再过来对啊。啊，再过来啊！恁家新姨啊，甲大炮迄个小可练习者，去夜市啊，好好啊，甲算几啊百块，你可能有机会啊！后摆再过来好唔好？好，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对啦，照这个气势落去就对啊啦，继续拍拼，唔通放弃。